正道祈祷的时，请陈牧师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人的年纪愈大，就爱愈济祈祷，因为人的身体愈来愈歹，人处理代志的能力愈来愈慢，所以我即摆应该是活伫祈祷的时阵。但即句话嘛有伊的矛盾吼。祈祷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晓的，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去做的，嘛是每一个基督徒拢爱甲上帝建立上好的关系。今仔日家己大家拢足熟的，每一日拢咧做的题目，搁一遍提出来甲咱讨论。因为我相信，伫咱的讨论内面，咱会当搁较认捌祈祷的甜蜜，祈祷的快乐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爸，自从阮来教会，阮看人咧祈祷，阮就讲，阮嘛要学习祈祷，阮嘛会晓祈祷。总是伫日子一直过去的时阵，祈祷带互阮，确实有足侪改变的快乐甲力量。但是，阮想要掠掉搁较大的丰盛的祝福，阮想要甲主你搁较亲密，阮想要搁较了解主你的伟大，甲你伫祈祷内面，互阮生命的改变。阮伫内面有真少年的囡仔，嘛有渐渐要转去你遐的老人。阮知伫阮的祈祷的内面，主你会引带阮，互阮搁较坚定，转去甲你的面头前。恳求主你拍开阮的心，互阮用谦卑、温柔的态度，重新搁一遍来学习祈祷，互阮伫世间的日子内面，每一日用祈祷甲主你亲密。阮安尼恳求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咱今年暑期的活动的时阵，真不幸吼，阿明逐生得COVID，过来我得COVID。今年足侪囡仔拢是头一摆参加的，实在是想起有一点仔烦恼吼。我倒伫楼顶毋敢落来啦吼，毋敢落，我就伫遐为因来祈祷。但是每一摆因传互我看相片，每一摆因写来的因的感想，拢互我感觉足快乐的。因为咱的囡仔大汉啊！伫咱逐个的祈祷的内面，咱的祝福的内面，因今年为着上帝伫社区打了一场美好的仗，因甲上帝福音放伫遮需要福音的囡仔的身上，实在足感谢主吼！头看因细汉，头看因遮囡仔较早拢毋捌徛伫第一线咧服侍。拢是第二线、第三线的服侍，这大汉的忽然间，拢因为工作，因为因的事业袂当活来。但是这的大学生、高中生，阁有迄个拄国校毕业的，因伫遮认真服侍，感谢主。伫遮咱看到咱教会阁一个无共款的开始。搁一个无共款的力量，各位兄弟姊妹，祈祷是啥物？咱逐个拢会当祈祷。咱逐个拢知影，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就爱较紧来祈祷，是无？我常常接到电话，牧师，阮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咱紧来祈祷。咱拢知影祈祷的重要性。
但是咱要安怎互祈祷更较深入咱的生活？祈祷毋是你发生代志的时阵才来祈祷，祈祷是你每一日爱做的祈祷。咱长老教会有真水的传统吼，伫阮世界的宗教教育，阮的牧师、阮的父母拢甲阮教，一日爱5遍的祈祷。透早爬起来，你啊坐咧时阵，你就爱甲上帝讲：我今仔日要做啥物？求上帝伫今仔日保守你平安。过来3顿食饭就3摆的祈祷，感恩的祈祷。暗时要困，最后第5摆的祈祷。祈祷啥物？祈祷你心中，你今仔日你做有的代志，检查你有无欢喜的代志，检查你拄着真侪你无爱拄着的代志，你拢会当甲上帝讲，叫伊帮助你，以后袂阁拄着。这是阮细汉的教育。我是足现实的人吼。我的爸爸甲我讲，你逐日起祈祷的时阵吼，透早祈祷就是咧甲上帝领啥物？及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伫我细汉时阵，我有着一个足深的印象。我一日会当领2摆的零用钱，爬起来坐咧祈祷的时阵，我甲上帝领第1摆的零用钱，就是上帝今日要做我随时的帮助，伊随时拢要甲我帮助。我靠伊，我拢无咧惊，所以我细汉足巧，因为我靠上帝。当然，即句话有矛盾啦吼，靠上帝是爱做更较好的代志。吼，就是讲我细汉足好胆啦。吼，人毋敢参加，通常我拢会去参加。食饱了后，早起顿食饱了后，我要离开阮厝的时阵，读高中的会当分几箍，国中的会当分几箍，甲阮读小学的一人分5角。若是甲边济岁的人，我相信5角会当买啥物，恁拢知影。但是我细汉有一点仔巧吼，我招几个朋友甲5角合作几箍安尼，做伙去买转来食吼，会当食足济物件。所以伫我的细汉，我的观念内底，我一日会当领2遍的零用钱，一遍是甲上帝领，一遍是甲我的父母领。直到我开始读圣经的时阵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我的想法吼无毋对呢。希伯来书讲，咱爱安那好胆到上帝面头前，甲伊的施恩宝座前，领啥物？领上帝恩典，领上帝怜悯，做咱随时的帮助。哎呀，我的教会，我的爸爸教我信仰的态度是对的哦。然后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阵，伊遐佫甲咱讲啥？讲上帝吼，逐日予咱的拢是新的。上帝讲，我甲我的逐日予你的人子，我拢换新的，我将新的予你。这是何等的祝福！两位兄弟姊妹，祈祷就是咱要领受这个圣经内面上帝应允的祝福。你的囡仔还佫细汉，希望你回去开始甲伊教。食饭、祈祷，透早爬起来，先坐咧，甲上帝讲：我今天要考试哦，帮助我。吼，啊就我今日要做啥物比赛哦，帮助我。甲咱今日所要发生的代志，甲上帝讲，然后咱要领受伊新的零用钱，今日新的恩，伊上帝恩赐新的哦，真做咱安那随时的帮助。这基督徒是安那遐有福气咧？你若是一个看轻家己的人，你可能就想讲，敢有影？无哦，圣经安尼记载，圣经就是安尼行。但是，咱爱做一项，就是祈祷。请你教恁兜的囡仔祈祷。你若无这个习惯的人，请你家己建立这个习惯，因为祈祷是一个习惯。你若互伊食做你生活的习惯吼，你爬起来坐咧吼，你无先祈祷吼，
你袂离开。所以，互即种的改变的生命，成做咱生活的习惯。我一直足爱即句话。雅各书讲，咱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咱；咱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咱。即款道理足好想的啊！咱若是找着咱有咱的工作内底有一个长辈，你若定定去甲伊开讲，你若定定敲着伊问讲你好无？牧师伫因的家族吼，人拢足听伊的，因为牧师足敖甲因家族的士大人讲话。不管什么代志，就敲电话去甲伊问你好无？吼，虽然简单几句话，但你常常甲伊讲话，伊听惯势你的讲话，哇！伊就真欢喜，伊嘛愿意亲近你。你若保拢时吼，拢无找上帝吼。甲出代志的时阵，你咧祈祷，你一定想讲，上帝敢有听着我祈祷？我紧敲电话来叫阮牧师替我祈祷。伫圣经内面有记载即种的情形。摩西叫伊的百姓讲，你直接去甲上帝祈祷。摩西百姓讲，我啦，阮惊伊，我毋捌甲伊讲话吼，你家己去甲伊讲。咱兄弟姊妹，一个成功的教会是爱甲会友带到上帝面头前，毋是带到牧师的面头前。一个牧师若甲会友带到伊的面头前，安尼这个牧师失败，真正失败。伊爱带到上帝面头前，互伊知影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伊拢爱甲上帝祈祷，伊拢爱甲上帝好好甲上帝伫上帝面头前，甲家己交托出去。恁兄弟姊妹，今日咱定心来邀请恁，教恁的囡仔祈祷，你嘛互你家己常常来亲近上帝，互上帝帮助你。恁兄弟姊妹，咱伫今日会来讲到吼，讲到你咧祈祷的时阵。你安怎想？你这个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吼，祈祷就是甲上帝相拄啦。我要拄着上帝，所以祈祷吼，毋是咧祈祷互人听的哦。你们遐姊妹有当时我听人伫头前咧带人祈祷吼，哪像咧表现伊家己咧？哇，迄种的祈祷吼，耶稣讲已经无祝福啊。因为你的祝福已经荣耀你家己啊，所以不管你伫倒位祈祷，拢是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你甲上帝咧讲话，你相信你的上帝伫你安静祈祷时，伊就咧听你祈祷。咱的人生内底吼，每一项生活拢爱伫祈祷的内面。你会想讲哈，敢是拄着代志才来祈祷？毋是安尼呢。圣经内底有人统计吼，圣经有600篇的祈祷，迄600篇的祈祷吼，拢为着生活咧祈祷，拢为着生活咧祈祷。咱来想，主祷文伊安怎祈祷？咱来祈祷看觅，愿你的。接受咧，对啊，这毋是咱的生活吗？阮今仔日所要食的，阮所要用的，阮所需要的，这是耶稣教咱的祈祷咧。咱拢会当甲上帝讨呢。你看咱有遐大的祝福，咱当甲上帝讨哦。你爱互我食甲够夜，阁有剩。哎呀，主，我信你吼，你若互我吼无通食，足歹势哦，无法度荣耀你的名。我甲你讲，咱的上帝，你生活所上的，伊拢要为你备办。所以圣经甲咱勉励讲，圣经内底有600篇的祈祷，拢是甲人的生活有关系。所以你好胆甲上帝面头前，该安那讨伊的恩典，讨伊的怜悯，咱的祈祷就是遐好的吼。
另外一个就是你咧祈祷的时阵，你若感觉我安尼祈祷敢好，还是讲我咧祈祷的时阵，我忽然间想到，迄个人我足受气。你也知影，你迄个时阵是甲上帝要相遇的时阵，你若互你的心思意念充满你的受气、怨妒、无欢喜，安尼，迄个祈祷你爱停落来，因为你接续落，你一定会甲上帝讲，上帝迄个人安怎吼，你安怎吼。上帝毋是咱的小一辈，咧听咱命令。上帝是一个足伟大的上帝，伊伫遐要听候安怎来改变咱，来互咱的生命无共款。所以咱必须爱知影，我咧甲啥物人祈祷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咱即马来想，咱逐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咧啥物人祈祷？咱这个上帝足厉害哦！圣经一开始，我讲几啊摆啊吼，圣经一开始就是创世纪。创世纪伊主要的目的，毋是咧甲你讲上帝第一日创造啥，第二日创造啥，伊主要是咧甲你讲，上帝是一个创造的真神，伊是对无的中间要互你得到到有。所以你所敬拜上帝是互无变做有的上帝。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所无的哦，你所欠无的，伊拢要互你。伊要将你生命无的安怎成做有。这是你咧甲伊讲话，迄个上帝为咱准备的礼物。另外一个礼物是，伊是万权能的上帝。哇！这万权能的上帝，伊要安怎？伊会当改变咱的生命，伊要改变咱的生命。所以伊伫圣经内面吼，一直讲吼，讲我会互你的忧伤变快乐，我互你连死亡着毋茫。搁较明白有两句话吼，我自细我就足爱。上帝是互咱转忧为喜、转悲为乐的真神。这句话我真爱讲。当我拄着不如意的代志，我讲主啊，你是转忧为喜的主，主啊，你是转悲为乐的主。在我的生命，你有这种改变的困难。伫我这样足艰苦的时阵，你改变我。摩西搁较后祈祷，摩西讲：主啊。互我这相对的痛苦，互我得到相对的喜乐。哇，这个祈祷吼，足厉害吼！咱来甲圣经熬记，圣经内面记载迄个熬祈祷，咱来学者。所以咱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吼，我上帝啊，我无爱拄着，但是我已经拄着啊！我靠你的困难，勇敢经过，搁来咧，你爱赏赐互我搁较大相对的祝福。这是摩西教咱的祈祷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当你想到你祈祷的上帝是遐尼伟大的时阵，你祈祷敢凊彩无？你祈祷敢凊彩念念的讲啊，我今有祈祷啊，好啊，无代志啊。当你想到你的上帝遐尼厉害、遐尼奇妙的时阵，你咧祈祷的时阵，你的心中有充满着信心无？哇！我上帝是互无变有的上帝。主啊，我无啥物，恳求你紧紧互我，我足羡慕。咱的会友拢知影，我即马等啥物？恁一定甲我足好笑，因为我甲恁讲几啊届，迄我即马无啦，连伊要有啊，这是我的宣告吼，这是我的宣告。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是互无要成做有的上帝。我嘛相信我的上帝要改变伫我生活内面这不如意的、互我艰苦的代志。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咱就安尼会当甲咱的上帝相拄着。
拄着咱的生命就要改变，改变了，亲像伊所讲的讲，哇！我要互你丰盛的活命。咱兄弟姊妹，有真侪人吼，把祈祷当作凊凊彩彩。我问讲，啊，你有祈祷无？有啦。啊，毋过无说你祈祷较有效啦。我讲无呢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宝贝囝，你爱家己甲伊讲啊。啊，无上帝吼，即是我咧甲讨的阵，互我要安那？你爱家己求啊！你爱家己求，认真求。咱兄弟姊妹，你咧祈祷的时阵，毋是甲咱的上帝遐尼伟大、遐尼奇妙、遐尼有权能，毋是安尼尔呢？你若详细读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内底，耶稣拢一直甲咱讲啥物？讲恁祈祷靠我的名。所以咱拢知影，咱祈祷了，爱讲靠主的名求。啊，毋过我要拄着一个真信仰、真虔诚的姊妹，我咧也讲啊，阮细汉吼，阮的爸母的教育是一日5拜。伊讲你长老教会这么少吗？哦，阮什么教会是1天7次？哇，一日爱7拜哦。伊讲诗篇119篇有记载，一日爱7拜。两兄弟姊妹真正哦，诗篇119篇164，还是165遐讲，一日你爱做7拜的祈祷。哇，无简单吼。然后咧祈祷的时阵，我带伊祈祷，我较要讲靠主名求。伊讲毋是，你爱讲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哇，因为教派足严谨的，一个真认真咧祈祷的人，最后你爱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这有啥物无共款呢？这有啥物无共款？约翰福音14章讲：恁奉我的名，这耶稣讲的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恁求啥物，我就要甲恁成就。要叫天父上帝，因为耶稣互咱得到荣耀。接续圣经讲16章23节，伊佫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兄弟姊妹，咱读圣经吼，要有一个挑起。你若读着讲实实在在，哇，迄你就爱甲记起来哦。迄是耶稣一直强调的话。啊，若伫旧约吼，伊会讲看呐，讲看，哇，旧约上后讲安尼，看，我是帮助你的上帝，我是帮助你的真神，吼。接续伊佫讲，看呐，我现在帮助你，哇，我若读着这吼。心中拢足大的感动。伫新约内底有足侪写，耶稣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向天父求啥物吼，我就要因为我的名赏赐互你。咱们兄弟姊妹，咱生活伫人的世界，名的使用，咱拢足清楚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会带学生去参观一寡所在，阮到迄个所在。阮就爱伫门房遐登记，然后我就爱甲伊报讲某某人，麻烦你联络某某人。听着迄个名的时阵，哇，迄个人马上笑眯眯，帮阮联络，拍开大门，请阮入来。名真好用，我相信咱拢捌用过别人的名，对无？咱嘛捌可能。咱嘛捌咱的名，互人用咯。你甲伊讲，我啥物？使用名伫咱的生活内底，有带着足大的快乐甲方便。耶稣基督伊愿意互伊的名，互咱用。为什么？耶稣讲：你用我的名来祈祷。伫我细汉的时阵咧祈祷，我拢有一幅形象，就是我伫施恩宝座前祈祷，上帝坐伫悬悬的遐，然后耶稣坐伫伊的边仔，
啊，我咧祈祷，耶稣就甲上帝讲：对啦，好伊啦，好啦，这个好啦，好伊啦。我拢会家己幻想安尼呢，因为耶稣会替咱代求啊。为什么耶稣会替咱祈祷？耶稣会替咱求？耶稣佫甲咱讲吼：恁甲上帝面头前吼，恁毋免开喙，上帝拢知影啦。但是伊爱咱讲，爱咱安怎讲？爱咱诚实来讲，爱咱实实在在甲伊讲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伫人的面头前会当假善吼，伫人的面头前会当爱面子，伫人的面头前你会当表示你另外一个形出来，但是伫上帝面头前毋免。上帝捌你。伫马太福音第3章30节，耶稣讲：我连你的头毛都算过啊！伊表示安那对咱完全的了解。所以你来到伊的面头前祈祷的时阵，你向伊倾心吐意，你要求。你用你上完全的、迄个无假善的、迄个实实在在的你甲伊讲话，因为上帝一直甲咱讲，我是信实的上帝，我要求恁甲我同款信实。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我耶和华是监察人的心。试验人的五种律法，要照大人所行的，甲伊所做的代志来报应伊。下面这节是台语的，要照大人所行的，甲伊所做的代志的结局来报应伊。你们兄弟姊妹，祈祷的时阵，有足侪复杂的情绪会出来。特别你会看到你家己无好的迄个所在，你该知你安尼做确实毋对，你毋通去骄傲坚持，还是甲上帝讲拢是伊啦，毋是哦。你迄个时阵爱谦卑认罪，甲上帝讲我安尼毋对啊。以赛亚书59章，他拄仔咱的经节，伊讲。上帝甲你讲，甲咱讲哦，我的手骨敢是遐尼短，袂当甲你帮衬；我的耳孔敢是遐尼重，无听到，是因为你的罪隔断咱的关系。圣经一直甲咱讲吼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安怎死？毋是真正死啦，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无去，隔开了，死掉了。上帝。无愿意甲你称作你是伊的百姓啊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祈祷的时阵，你爱对上帝安那认真、谦卑、顺服，因为你爱知影，这个咧祈祷的，你对祈祷的上帝是遐尼高、遐尼奇妙、遐尼伟大，你算啥？你只不过是一个人尔定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安那会做毋到代志，会年老，会无气力，会有限，会讲白贼，会为着家己的面子去做足侪家己懊恼的事情，会因为家己的贪心去做互你见笑的代志，会因为你家己的骄傲去批评别人、怨妒别人，这就是人啊！每一个人拢会。人无啥物人比啥物人较敖，但是咱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就是爱认捌我真正毋对的所在，恳求上帝你赦免我。你是创造的神，恳求你创造我清气的心，恳求你，互我的内心清气得到喜乐的灵，恳求你，互我过来生活。因为我已经无遐歹的习惯，已经无遐歹的品行，
我日日更较丰盛。这就是咱祈祷的目的。当你安尼祈祷了，你爱想哦，耶稣讲靠伊的名来祈祷。哇！这句话就是耶稣向咱宣告讲：我要甲你的性命放做伙。人算人是算啥物？耶稣要互咱甲伊结合做伙，耶稣要互伊甲咱联合做伙，耶稣要做咱的安那保证人，耶稣要做咱的推荐人，耶稣要甲咱建立遐尼好的关系，咱绝对袂使互耶稣安那见笑失望。当我祈祷得到应允的时阵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当我祈祷的时阵，我无气力，主你阁加添气力伫我的心上，因为你要甲我做伙，你是要为我出力的，你是要做我的保证人呢，你的名要互我用的。来，兄弟姊妹，你有感觉咱足特别的无？毋通骄傲，愈谦卑、愈屈家的人，上帝赏赐就要愈济互咱。因为伫咱愈发现咱需要倚靠上帝、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阵，你才会当知影你家己是遐尼卑微、遐尼无路用。所以咧，咱常常伫祈祷的时阵会发生困境。我感觉我的祈祷，上帝毋知有听到无？我感觉我祈祷遐久啊，我足急的呢，我真正足急的呢。当我足急的时阵，我就甲曾牧师讲：“哎哟，上帝是安怎啦？吼，我祈祷甲伊是安怎啦？”曾牧师讲：“你点点。”我马上向骂呢，因为我祈祷，我在听候。那位兄弟姊妹，我相信这个经验咱拢有。为什么我一直祈祷？为什么上帝好亲像无听到？那位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咱讲这样代志。当你感觉祈祷上帝无听到代志的时阵，你爱做两项。就是你爱倒转去回想你过去的人生内底，上帝安怎祝福你，安怎扶持你，你爱倒转去想。第二项就是你爱搁较认真祈祷圣经，因为上帝回答一定伫圣经内底，上帝伫圣经内底甲你讲话。圣经内底罗马书有足清楚的讲，祈祷吼，袂当禁呢。祈祷的后壁面是忍耐，哇！祈祷的后壁面是忍耐，为了要看见上帝的奇妙的祝福，你必须爱忍耐。伫咱面对各种祈祷，你感觉上帝好亲像无听到我祈祷？哎呀，今日上帝若是安尼做，上介好啦。咱有一个会友吼，有一日来找我，伊讲足侪代志，一直讲，我就甲伊讲你这代志吼，你大概来找我讲的拢共款哦，吼。几年前讲安尼，即马也是讲安尼，表示你的生命吼，拢伫迄内底咧熬啦，吼。你一直熬，你熬袂出来，你爱恳求上帝帮助你。互你聪明，互你智慧，通好安怎对这你咧熬的代志内底，甲伊熬出来，吼。伊讲对啦，我知啦，吼，我嘛拢祈祷呢。我甲上帝讲吼，替我报完成。我甲上帝讲吼，替我伸冤。我甲上帝讲吼，迄伊遐尼吼歹吼，你着爱甲伊安怎？我讲嘿，上帝是你的小弟吗？
上帝是你的髓哟，哈！袂输你是乌道的，你甲你的小弟讲，迄足歹去甲伊拍咧。我就甲伊讲，咱教会一个执事的祈祷，我伫遮第一届迄个执事的祈祷，我足感动的，就是中科长老的太太杨那春执事。迄个时阵吼，咱的教会真侪感觉社区内迄款无好的对咱的压力。伊咧祈祷是求上帝祝福因，求上帝互伊变好，来认同咱的教会。求上帝互某某人安那，吼，伊的目睭会改变，看到咱的好。啥物啊？哇！伊咧祈祷是安尼呢。有一遍，伊的囡仔伫学校互人欺负转来，伫遐咧讲：我拄仔带囡仔伫因兜佚佗，伊竟然甲伊的囡仔开了讲：来，妈妈带你祈祷。伊竟然求上帝祝福迄个老师，互迄个老师更较聪明，知影要安怎解决代志。哇！我到今日拢也会记咧杨那春执事的祈祷，带互我足大的鼓励，甲足大的勉励。所以我就甲迄个太太讲这个故事，我就讲吼，咱教会吼有一个太太，伊咧祈祷吼是互对方吼变好，互对方吼有聪明有智慧，吼伊就袂对你安尼。你们兄弟姊妹来找我，这个太太伊无改变，伊一直到最后。伊拢心中拢是遐苦，一直饿，一直饿，一直饿。你们兄弟姊妹，祈祷是真正会当改变的。伫咱的教会，足侪祈祷改变的力量，甲对无甲有的祝福。咱必须要相信，咱所认捌、咱所求讨的上帝，是即款的上帝。咱毋好互咱家己无正常的情绪，迄款无够跨度的心胸，还是互咱的仇恨来安那来失去了上帝祝福，这是上界可笑的吼！你做基督徒，迄是上界可笑的。最后，我要甲咱鼓励，祈祷是咱一生的功课。一生的祝福，咱搁倒转来头前。你若无教你的囡仔，逐日爬起来，就领受上帝随时帮助的零用钱。为今日开始，转去甲你的囡仔安尼讲。然后，你的囡仔若要去住伫学校，你叫伊甲圣经扎去，逐日爱读一篇圣经，才出去读册。读圣经甲祈祷。是咱基督徒上界大的祝福哦，迄是一个祝福哦。上帝话若捌愈济，你就得到愈济应允，你就得到愈济祝福。最后要甲咱提醒，祈祷需要忍耐。罗马书8章25节讲，你若要望迄你所无看到的，你就爱忍耐听候。咱兄弟姊妹，但愿上帝将伊的风声放伫咱的当中，但愿咱随时会记得咱的上帝有遐尼大的困难，有改变的困难，有互咱对无甲有的困难。但愿咱时时记得基督徒的幸福，咱的保证的是啥物啦？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讲：“我要甲你保证，你做你靠我的名来祈祷。”对今仔日开始，互祈祷成做咱人生上界大的祝福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爸，帮助阮将来毋敢满意，还是将来毋敢认为阮的祈祷已经有够也甲你亲密啊！伫阮的人生内底，我要向你恳求，互阮愈来甲你愈亲密。互上帝话语愈来愈甘甜，阮的人生，阮安尼祈祷，感谢
奉主的名，阿门。